表明要繼續瘦身、調整全球架構嘅匯控喺香港有動作。亞太區行政總裁黃東勝通知員工，未來3年將會集中重組資訊科技、人事同埋行政等後勤部門嘅架構，削減3000個職位。黃東勝話：現時集團全球嘅成本效益率係57.5%，同目標範圍48%至到52%仍然有距離。雖然香港嘅成本效益好過集團嘅平均數，不過仍然有提升嘅空間。匯控第一批5個要簡化架構嘅市場，除咗香港，仲包括巴西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同埋美國。黃東勝話會盡量透過調職同埋輔導協助受影響嘅員工，而工會就話裁員行動嚴重打擊士氣。我哋而家好多會員都反映翻俾我哋工會知道呢，尤其是可能係內勤，即係行政部啊，或者一啲內部嘅部門的話呢，佢哋每日嘅工作量已經係可能講緊超過13-14個鐘添㗎啦。咁如果真係喺呢個情況的話，究竟呢啲算唔算係一個即係話精簡節省人手嘅理由呢？咁所以呢個我哋就對於佢呢個說法，我哋就有個存疑，有個問號喺度啦。譚建新建議匯豐要做好內部調職安排，盡量令到員工可以保住飯碗，維持士氣。恒生銀行副董事長梁高美爾唔評論香港匯豐裁員嘅消息，話恒生冇類似嘅計劃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容。